我係2024年東方大美皇后公主澳門站漢服大賽嘅德賢皇后同愛心皇后袁麗嬌。東方大美文化產業係助力女性成長嘅平台，好高興能夠獲得呢個獎項。藉住今次嘅活動，希望可以將澳門嘅文化特色傳揚落去。澳門民間有一個說法，就係話先有媽閣，後有澳門。媽閣廟有住500多年嘅歷史，係澳門最古老嘅廟宇之一。嚟到媽閣廟，肯定要去許翻個願先啦。澳門嘅東望洋燈塔個縮影喺度，呢個就係澳門大三巴嘅縮細版啦。呢個就係我個店啦，歡迎大家嚟品嚐。正所謂城美不言天下知，花香自有蜜蜂來。澳門由一個小漁村成為祖國嘅掌上明珠，我亦都希望通過大家嘅助力同支持，讓德賢坊嘅龜苓膏成為澳門必買嘅手信之一。歡迎！祝賀袁麗嬌女士榮獲第一個獎項愛心皇后。東方大美皇后公主漢服大賽澳門站2024，再次祝賀袁麗嬌女士榮獲德賢皇后。